日军航空601进前逼出军官和中国买手机的间谍案，有一名中校防羁押，目前也有扩大调查。即摆也查到花枝部一名现役姓何的小校，涉嫌试探军情、收集国防机密。高检署也证实讲，已经甲人羁押了。在中国用钱使鬼的下晡，出钱来支持共和党主席周克基等3个人，伫台湾推动统战。今仔日互依照反渗透法加起诉。这2年多来，详细听介绍，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到桃园视察陆军化成放役训练中心，无想即阵却逼出对这退役的4小的小校，涉嫌泄露予中国咱国防秘密，互检方来约谈，交保60万块了后，已经甲加出一个陆军官校动物，就是警备来源。伫华东指挥部服役，专门维护台湾东部安全。伫正义部队最作战官的现役4岁小校，涉嫌试探并且收集国防部防备专案部署甲演习者机密。高检署证实已经甲人关押禁见核准，而国防部也回应配合检调侦办。基本上，国防部配合司法机关侦办整个包含谢姓中校涉嫌共谍案。那么后续经过扩大清查以后发现也有何姓少校涉案。对今年7月底，检方大动作搜查北中南6个营区，带回包含陆军航空601路一名现役的4社中校，甲化训中心退役4小小校，才侪人约谈。专案一路探到花莲指挥部，就已经有3人在押。那现役校级军官论罪强烈，要民众照中共指示动员被抗议。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。其实是国际流氓大会。结合伫军外饭店外口抗议，去年10月底，身兼共和党甲333届民进党主席的周克基、副主席朱准元甲保险同乡会理事潘进东涉嫌收受布电池代办的资金，以每人100块到250块费用，和调近20位民众真正抗议，宣扬亲中反美理念，协助推动统战的工作。检方查到依照反渗透法起诉3个人，并且没收22万块收资助的钱。你看，他只有上次传我们去了一次，他今天就居然敢把我们起诉。对，那他这其实都是先设箭再画靶，可是大陆就没有给我们钱啊，有给我们钱，我们会那么，你看我们每次活动我们都这么寒酸吗？都只有吃一个便当。周克基对此法院案支持中共，那渗透咱士官兵偷摕国防机密，那委托民众大拍认知战，无论是武力统一，也是和平统一，正伫步步进逼。记者宋华报道。